今仔的正夜考第一，冲啊！台湾猪的新闻专题要带观众朋友来了解，咱台湾猪伫世界上有啥物竞争力？也正是讲哦，咱的台湾猪自细汉就腌过，所以猪肉无臭腥味。也毋过，咱饲猪的成本1公斤比欧美国家爱贵30-40块，想要外销爱真拼。咱这回详细来了解。 是昨暝6点倒载，到下早7点才来开始做分车。猪肉中心的温度拢符合咱这个HACCP 的这个标准。今日来这间猪肉食品加工厂，送来这，逐工要分切的猪就超过1000只。厂房内底中心温度控制伫咧摄氏5度，室内维持伫咧15度，就是要确保猪肉对屠宰、分切、冷藏到上市，大肠拐捆无超标，有达到食品安全认证标准。 台湾的猪肉食起来无一个馅，脆尾好，其实和咱的养殖技术和方式有关系。咱的养殖场和欧美国家真无共款，毋但较清气、较通风，而且台湾的猪工伫咧做猪仔囝时就过腌，所以食起来拢无一个臭馅味。因为欧美的气候真低，拢爱蜜蜂式的饲猪，是迄个环境的问题。你排泄物放落去，伊伫咧空中会发酵，有这个阿摩尼亚，有迄氨氮，所以猪仔对鼻孔吸入去。 对气部咧，对血液流通，所以这个欧美食的猪肉就靠这个臭猪屎味，所以咱的这个猪肉出去应该非常的有这个竞争力。 为着要拓展外销市场，有食品公司已经上准亚洲各国销一寡猪肉的特定部位，亲像要甲猪仔的鼻仔骨销去新加坡，腹内销去越南，猪皮销去菲律宾，猪肉销去香港和澳门。一年若准讲以100万只猪来算，销出去的年产值就使超过100亿。不过台湾的猪因为养殖的成本真悬，外销的价少，平均1公斤的青肉比欧美国家贵30块到40块，所以台湾猪若要出头天。 一定爱建立家己的品牌。这边咱爱请到吼，互世界拢认同嘛吼。咱过来是讲爱无药物的专利，咱的迄养殖的技术吼比外国较好。哦，所以咱会拍迄个台湾的猪肉吼，用 MIT 日本将来若讲要咱买一寡加工肉好啦，吼，啊用饲肉好，咱有哪多在这部分，然后爱有符合这个 HACCP 这个标准吼。 伊甲要来购买啦吼。政府要从旁协助咱这饲猪农，讲比如讲即摆伊咱国这规家是要爱什么规家的肉，辅助咱这猪农讲你的肉猪质嘛好，营养嘛好，配方嘛好，咱这要怎去改善去调整。 少年猪农认为，台湾猪要开发国际声望，除了爱建立多体的分级制度，也爱打造猪肉国家队。因希望政府无搁再只是用补助金提升养殖设备，也爱建立奖励的机制，通好刺激猪农提升养殖技术。同一个时阵，也爱整合相关的产业，才法度真正好台湾猪销去全世界。记者阿敏、林慧婷、陈保罗、张国水综合报道。